下面比如县第7届纳秀民间文化旅游艺术节暨冬虫夏草交易会文艺演出现在开始。下面呢，这总给各准备纳秀芒水人年与国就在对前的，也在准备从对了点这学位人年差不多大单位送过出军营。首先，请欣赏比如镇老艺人文艺队带来的舞蹈《帐篷》。我呢，这种的节就在把建设村配为小组，这股西把的连接的建浪东北军一边，场面各是学着呢。
20号选手的最终得分已经统计出来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9.82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8.84分，20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.28分。人手把按20比，他们家长达到挑战解决。家长同学估测解你档，家长马上检测解析票，人手把按20把特别，他们家长估测你解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朋友们，比如原生态牧歌评选赛结果已经交到我的手里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揭晓最后的结果。乌镇南巴党，国镇南巴，中部南巴错。这人中路党们人都结果解读中在俺劳动交中，想不了俺做娘动人都给中在挑战解决。获得比如原生态牧歌评选赛3等奖的分别是：这人中路党们人都这些加个头跟相似，天地人都拿加个头跟加个昂苏马头跟苏木有把的。香菊乡帕列村忍清区镇，他的最后得分是9.22分。想不想帕列种子人间学者光给他们家长鼓掌你？梁菊乡扎山村扎西，他的最后得分是9.21分。联想扎山种子这些光给他们家长的鼓掌你这。香菊乡中奈村罗培，他的最后得分是9.20分。想不想种的种子农培光给他们家长鼓掌你两个。获得比如原生态牧歌评选赛2等奖的是天地人都拿加个昂你把头跟你约把的。茶渠乡油浦村奔巴，他的最后得分是9.35分。走向给又不种子编码，光给他们家长鼓掌说么啊？扎拉乡扎拉村基桑顿珠，他的最后得分是9.25分。扎拉乡扎拉种子基桑顿珠，光给他们家长鼓掌你姐。获得比如原生态牧歌评选赛1等奖的是天地人都拿加个昂当不投给你。卡子乡爬马多村蒋村尼玛，他的最后得分是9.58分。卡子乡爬马多种子见证你们，光给他们家长的鼓掌啊姐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的选手表示祝贺。我最主持人热度可俺呢，这个特别真秀吧那不啦，这些得的需求赢。按照活动安排，将在7月29日下午闭幕式上为各位选手、获奖选手颁奖，请各位获奖选手按时参加。结果规则写送，大都没在你就过年节其中就这种对头，这个特别真秀吧那不啦，这个追求赢呗，人家对到都修了呢。下面请欣赏扎拉乡文艺队带来的舞蹈《拉梭梭》，掌声有请。想不啦，咱俩想给就在如干呢，配那位下周，他说说，先把的生活呢。小
也不在那就多些。近年来，在党的惠民政策指引下，比如处处新气象，一曲新农村建设的赞歌正在比如的土地上唱响，一幅幸福和谐的画卷正在怒江两岸徐徐展开。请欣赏下渠镇文艺队带来的舞蹈《吉祥比如》。因为罗些人，但给满版戏剧经组织我，这里三场干啥人，那么三百看清，装饰三班组中级别，对样这里人龙滚度强。第一强对进这里国把对打，梦之人模型，将我去将为密码进真接送了培训员，想了小区中的就在路看呢，培为小着这西边这路西瓦的西罗呢。要出手的在你那嘎没嘎真相。不说。